台关心民众总共伫今年底有按算要出国，先爱提早检查公看护照，敢爱先去办。因为即马外交部长林佳龙顶一日就表示，部会预算宏台检了后，有影响护照的印的量。内部即马是评估讲，大概即马护照10月份了后就无法度搁印啦。即款的讲法嘛引起国民党立委不满。要办护照民众可能都要赶紧咯，因为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，受预算删减的影响，护照换发的印制数量到年底可能加严。护照的部分，我们内部的估计大概到10月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印制啊。实际竟是抓领不够，民众听到消息也真烦恼。当然会害怕，赶快来办吧，要不然这时间到了就没得办了。假如是今年或明年初要出国的，就要先准备。外交部说明，今年有个需求，差不多209万本护照爱换发，不过年度预算被删除了后，今日到现185万本，其他无够24万本护照需求，今年用安全库存来形容。安全存量是大概40-50万本，那因为到10月底如果用完的话，那可能我们到12月就真的一本都不剩了。国民党议会对安尼讲法有质疑，因为是行政下令各部会明送出改动案，为大罢免加分，不过都仍太强调无动改动案。被统删以后，外交部还是历年以来最高的预算，怎么会有不能执行的这样的部分？冻结案一共有1584项的冻结，冻结数是1381亿。我们会要求行政院各部分一律全送出来，我们希望一律送出，一律解冻。根据领务局资料，一本抗病护照包含晶片、红龟甲塑胶页面印制，成本差不多480块。不过，还有其他真实成本要算。即马外交部无排除提前向中央印制厂来招标，避免民众无法度领到护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